亲啊，南投德山的德艺灯会真精彩，除了会当看德甲花灯之外，每一个拜五、拜六礼拜，以及围炉到正月初五这6天，拢有表演节目，要陪大家做伙过年。 来到德山德艺灯会，除了会当伫咧灯海踅街食美食，每一座花灯唔能充满德山的特色，嘛拢是德艺工艺师创意的创作。财神帽啊，就是寓意这个我们明年都可以财运亨通啦。精彩的主灯秀嘛是德山灯会重头戏。 主灯抓舞丰年，嘛讲到指南宫相传故事。我们扫描旁边的 QR code 可以积点，在5、6日，我们可以来换所有的一个精美纪念品。大礼拜拜五、拜六礼拜暗时下，主灯区拢有表演团队来遮表演。规拢暝到初五是7连续6天，拢有精彩的节目。活动会举办到2月19日，德山灯光所安排精彩活动，邀请大家来遮斗热闹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